香港正式由支持者成為參與者，跟隨國家15規劃，加快建設航天強國，全面加強推廣航天科技教育，加強國民教育，科普興國，致力令香港成為航天科普國際中心。你嘅小朋友準備好未？今日 HKATA 於15規劃開局元年正式啟航，全港首間及最有規模，至今培養過千個中小學生，配合國家令香港成為航天科普國際中心為目標，夥拍國家領軍航天科技公司，打造專業航天科普證書課程、航天 AI 及機械人課程、航天理論及實踐課程，全球首個人造 AI 衛星打造課程，各類型國家航天體驗之旅，國情教育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，深入了解航天領域。航天領域不再是遙不可及，航天教育不再是興趣愛好，是實實在在的未來國家棟樑之一。探索宇宙，開創未來。See you in the future。我們未來見。